成日都有人話中山冇高品質豪宅，咁今日呢個大平陳就同你介紹下咩叫中山高質豪宅天花板。旗杆新城喺咩位置啊？佢係中山官方欽定嘅 CBD 未來發展嘅戰略中樞，地位就等於係廣州嘅珠江新城一樣，所以豪宅嘅第一標準，地段好，天聯係已經完全達標，甚至係超標㗎啦。再嚟睇返交通方面，樓下就有中山第一條地鐵站口旗杆道站。呢條地鐵未來會串連廣州、珠海、深圳等灣區城市，通車大概半個鐘就可以到廣州。灣區1小時生活圈真係唔係講下就算。路面交通更加唔使講，西南彼灣道，東靠長江北路，接駁中山路、博愛路兩條城市大動脈，去中山邊度都非常近，又可以經由世紀大道直連深中通道，返香港又近咗。依家小區樓下就有榮里跨境直通巴，香港朋友返去香港就更加方便啦。豪宅唔單止有繁華嘅一面，景觀一樣唔可以少。108天聯坐擁一線旗杆河景，樓下就係162畝嘅濱江公園，周邊仲有成片公園環繞。住喺200米嘅高空，江景、城景、園景三重景觀一次性盡收眼底。呢種視野喺中山只有108天聯可以做到。生活配套亦都好成熟，附近有富日城、石岐大信，遠少少有萬象匯、山姆會員店，日常購物消費一站式就搞掂。教育醫療資源都齊全，宏科未來學校、松苑中學都喺附近，生活便利性完全唔使擔心。睇返產品本身，成個天聯組團由4棟200米嘅超高層組成，依家就起咗2棟全玻璃幕牆嘅外立面，線條簡潔高級，質感對標深圳灣1號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去睇一下示範單位。總裁請回家。呢一個就係410平3房3廳4衛嘅戶型，出自全球著名設計師梁志天先生之手。單單呢一個廳就已經超過咗120平方超大嘅城市巨幕會客廳。住喺呢度，你唔需要過多同朋友介紹你嘅單位，因為你嘅單位從朋友入門嗰一刻開始，就已經同佢講緊，我就係豪宅。U 型露台，單單呢個露台就已經有38.6米長，320度環幕視野，可以攬盡中山嘅城市景觀。中西雙廚，預留中島台，喺呢度招呼朋友真係一流。我哋中廚入邊企4-5個姐姐，完全冇問題。點解叫豪宅？你睇一下你屋企有冇呢一個洗衣房？呢一個偏廳就適合平時食雪卡，睇一下世界波。3間房都係客房，你睇一下你嘅主人房有冇呢間客房咁大？隔離仲有細少少嘅套房，可能都比人哋嘅主人房仲要大，而且都係配置全玻璃幕牆嘅落地窗。呢一個就係超過30平方嘅江景主人房，一字排開嘅衣櫃，女主人有幾多包包都完全放得落。雙盤洗手間加浴缸嘅配置喺呢度已經唔再奢侈。
其實買得起呢度嘅人睇嘅唔單止係一間屋，更加係中山最頂級嘅圈層同最稀缺嘅城市資源。擁有過別墅嘅人未必擁有過大平層，但係大平層嘅業主一定係住過別墅嘅。喺呢度，人嘅生活模式已經發生咗改變。成個小區純大平層設計，最細都係298平方。總結一下 ，CBD 核心地段、地鐵上蓋交通、一線光景資源，再加埋極致嘅產品力，我話108天聯係中山豪宅天花板，一啲都唔誇張。如果你想喺中山揾一套真正嘅塔尖居所，呢個盤絕對值得你過嚟實地感受下。